正道、健康幸福的教会，请陈牧师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我徛伫外面，塑胶节在迄两个学生入来，因就伫车底甲塑胶节讲，庄牧师不在，足聪明的哦。嘿，因看我徛，因讲庄牧师无伫咧，因为陈牧师要讲道，好我相信恁可能想到，我讲若是我讲到，我要讲健康幸福的主题，因为伫阮来德长教会31年前，这是阮的祈祷。我要伫遮照着上帝开力、圣神的运行，去做一个健康幸福的教会。即卖人需要幸福，其实人类拢需要幸福，只不过是你需要的角度无共款。伫无通食的时代，伫真善的迄个时代，人感觉有食一顿饱真幸福。但是到你会当食饱，物质渐渐增加的时，你感觉我要食好，真幸福。讲实在啦，咱到即马来当食着真好的，咱嘛感觉真幸福。但是咱要知影，基督徒上帝所爱咱领受真正的幸福是啥物？有的人否定基督教的信仰，讲基督教咧创啥物？基督教叫人做好，叫人让人。那亲像伫一个团体内面是一个弱者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咱的耶稣无教咱安尼，咱的耶稣提供咱一个足积极的人生，是一个真勇敢、真坚定、勇往直前的人生。因为耶稣甲伊的学生教示了。伊甲伊学生规个带起来了，伊甲伊学生讲啥物？行，来为遮行。伊意思讲，为我所讲的迄边道理，咱勇敢行落去。因为兄弟姊妹，今日耶稣也搁咧甲咱讲，你若有领受行好大，你着安尼行落。所以健康幸福的教会，咱要安怎来去做？哇，这学问足济。我记得我的第一讲。我有讲到，一般历史上咧定义吼，伊咧定义幸福。有幸福吼，有3个重要的基础啦。一个就是你的身体爱健康，会对吼。身体无健康无幸福咧。第二，你的心灵爱足丰富咧，无毋对哦。但是咱爱来探讨心灵丰富的方向。第3点，伊讲。爱照你的本性得到好的教育，哇！这哪像真深？其实足简单来讲，就是讲你会当知影你所要知的代志，迄就是幸福。我袂晓的，我知影；我袂晓的，有人甲我教；我袂晓的，我有找着答案。哇！这伫我的生活内底，我会得到满足，我就得到幸福。但是咱今日要搁较深入来探讨，咱要来进入咱属地上帝今日，咱咧讲真正的幸福是啥物？今日若要讲幸福吼，逐个人一定会讲到这个人，保伊丢斯。这个人吼是咱基督教的宗教哲学家，伊讲吼。集合所有幸福的，我拢甲捡来讲，幸福是啥物？是所有的代志、人物拢会当合一所达到的圆满状态。哇，这真正是哲学家讲的话吼。哲学家讲的话，咱通常听无啦，对无？
我安尼讲，你敢听有？婆婆在，对，哇，逐项都要合一，心灵合一，身体合一，什么都要合一。咱过来看，伊下面伫伊个册内底做足侪介绍，但是我拍拼读了，我摕2点，就是伊个册内底所有咧讲的，也搁互咱世世代代咧讲的，幸福是这2项。伊讲幸福吼。是咧指咱内心吼上界爱的迄个渴望，会当真平静。哇，咱所爱的物件会当平静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达成了啊！但是若无达成咧，咱要去错错吗？无达成，咱嘛会当平静，这是幸福。伊讲咱吼，甲咱的心和谐一致，甲咱的心合一咯。咱的心境安那真平安，咱的情绪真平稳，咱的身躯、身体、心灵拢喜乐，身躯健康，这就是幸福，无毋对。足侪时阵会无幸福吼，无平安，拢为咱家己的心开始。有的人足够压制家己，为什么？因为无平安，伊惊。为什么伊会惊？因为本来是足够嫌人，足够批评人，今日轮到伊啊，伊会惊。哎，别人是不是原来安尼讲我？别人是不是会安尼笑我？所以伊就无平安。这咱等者拢会来探讨。第二个，幸福是一个真水、真美好的代志。伊将好的物件吼，要发生伫我的身躯。这无逐日有的呢，这你一生可能经验着几摆啦吼。你嫁着好翁，哇赞！吼，这是好的代志。你找到真好的工作，你做的工作你喜意，哇！这是好的代志，很幸福。但是，这个美好的事情要发生在咱的身躯吼，通常不是靠咱家己的力量去抓取得到的。咱必须要倚靠咱的上帝赏赐予咱。所以，伫咱的圣经内底，咱若是一个要追找幸福的基督徒，咱来倒转来，我讲的八福，来敲找咱真正的幸福。八福不是一个学说哦，不是一个你听听的。八福是一个你要去操作，你要去训练。讲一句较白话，讲练武功啦。若爱看武侠小说的人拢知影，人爱练武功吼。基督徒嘛是爱安尼去操练，去训练家己，常常啊那活伫迄个情景的内底。若是安尼，咱今日健康幸福的教会，咱要来学习什么？伊有讲8项，这8项内底，我甲即摆也咧操练呢，是忧伤的心。你兄弟姊妹。我也无法度伫遮甲咱分享忧伤，为什么？忧伤是咱人生足大的功课，我也搁咧学习。伫我的目睭前，我常常会当看到我的小弟，伊倒伫伊的鼻床讲：“姐姐，我无爱遐尔早离开世间。姐姐，你找办法。”迄块忧伤一直伫我的心中，但是因为这个忧伤，我会当去找求答案，找求我伫忧伤甲幸福中间操练的过程。你听这，当我操练好势，我一定会甲咱大家分享。但是我今日要甲咱分享的是，咱伫这团体生活，咱必须要真清楚的
的两个操练，这两个操练非常的重要。迄个操练会互你成做真健康的人。伫圣经的应允讲，当你做这两个操练，你会当看到上帝哦。看到上帝，啥人无爱？搁来讲，你通过这个操练，你会当做上帝的囝哦。哇！做上帝的囝就是幸福的保障啊！我一定幸福，我做上帝的囝，我较会袂幸福。总是伫逐种的操练，咱爱个倒转来。第一个，捌福操练的目的是要互咱得到咱伫天堂，这是咱得到的福气。但是因为咱通过这捌福，咱今日生活伫这中间，咱就有法度得到天堂的荣耀甲幸福。咱来看，所有的操练必须要通过这个第一个态度的操练，心来颂香。国语的版本讲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有的人对国语的话较敏感，有的人对台语的话较敏感，我拢甲藏起来。但是承认家己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这是天主教的翻译。若是安，咱有清楚无？一个人要操练，才会捌福咧讲幸福的这个基础的时阵，咱必须要知影一项：我家己无够业，我家己袂晓。咱必须要通过啊！你若是一个足自我肯定，已经对家己足满意，讲哇，我这世人吼，食有剩啊，用有够啊，我嘛佚佗拢有够，我啥物拢无欠缺。兄弟姊妹，你无进入心内颂香，这个人福气，伊的福气是啥？伊知影伊家己无够业，伊必须爱甲啥物人接做伙，伊爱甲啥物人接做伙？啊，甲上帝接的啊！因为我就无够业的人，我是一个含慢的人，我是一个足侪物件袂晓的人，我必须要有上帝甲我做伙。我是一个常常伫黑暗中的人，我家己无法度发光。恁这年轻人，你注意听，肖维忠牧师甲你讲过，唯有谁可以发光？唯有谁会发光？讲出来。对，上帝讲我是光，咱家己无法度发光，所以咱必须要甲上帝安那接做伙，咱才会当发光。心内颂香的操练是，我随时知影我家己无够业，我要搁倒转来找我的上帝来帮助我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有法度进入下面的操练。下面的操练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人伫社会生活，人伫这个团体生活内面，咱每一日拢会拄着。今日我困醒，咱敢知影落雨了的空气足好闻的，咱的教会真香呢。迄个香味是花草的香味，迄个天吼足蓝。面顶拢种云，哇！这白云足水的，闻着好的空气，看到水的日光、蓝天、白云，我的心哇，足舒服啊！等一下，喜乐的车来啊！我就入要徛喺灶骹遐，咱有一点美丽的女孩子要进来。迄入来吼，有当时吼足乖，有当时哪叫哪入来。哎呀，干什么？我今天这么美丽的心情都不见了。为什么？我早起就爱听恁这群人用这个态度入来上帝的所在，这就是咱的人生。咱的人生。毋是咱家己活的，
毋是咱家己的情绪尔，伫咱的周遭有足济咱无爱去接受的情绪。无一定咱拍开电视，哇，较会安尼，伊较会报安尼。咱定定互咱的周遭的环境安那，看咧，咱袂记咧家己心中到底是啥物。咱今有4个毕业生，本来有6个，本来有5个啦，但是另外一个搁甲一个带走，所以剩恁4个。咱即内底有一个吼，足够做工课，常常斗做工课。我若咧做花园，我上爱叫伊啊，伊咧笑呢，伊知影我咧讲伊。来举手一个，哈，好放下来，好接了你要注意听。但是伊的情绪是上歹的，伊常常毋知咧受气啥，大细声骂，大细声安尼乒乒乓乓。哎呀，你是安怎？今仔日打甲牧师斗刷一寡，伊足够刷，我免甲教讲即个花骹安怎藏才会水，伊家己会晓，这天生的哦。为囡仔你叫伊捧一个花骹摆，伊阵凊彩甲伊放在遐，伊也袂去看讲，迄个花面有大家无有水无，伊会晓呢。伊来吼，伊摆就甲伊瞧，就讲牧师安尼袂歹。一个遐尼有才华的囡仔吼，常常咧受气。我就甲问讲，你咧生气啥？那个谁吼讲那一句话吼，我很讨厌。哇，那个谁怎样吼，我很不舒服。咱唔通笑伊，咱嘛常常安尼吼。做爸母的嘛会常常互你的囡仔影响。有的爸母吼真趣味呢，迄囡仔带着伊外面会受伤入来，伊毋是甲伊偷夹咯，伊是甲伊拍夹，佮拍佮较暗的，甲因囝做伙骂，他是多厉害，哼，你就怎样怎样啊？那个人吼，你怎样怎样？伊无甲伊的囡仔讲，嗨，为什么你对伊的牛遐尼嫉妒？为什么你对家己遐尼无信心？为什么伊无带伊的囡仔去了解伊家己？迄就是吼爸母的差别。为爸母真够少机会甲囡仔讲话，甲囡仔心中安那会夹偷掉。有的爸母毋是哦，甲囡仔干吼，佮别几啊干呢？互伊的囡仔感觉伊安尼的看法是对。所以，伊的囡仔拢生活伫无平安的内底，伊囡仔袂当用阮别人比伊较敖。爸母爱教你的细囝欣赏别人的好，欣赏别人的敖，因为你无十足的敖。每一个人，上帝足公道，上帝互你这个敖，互迄个人这个厉害。每一个人才华拢不一样。咱兄弟姊妹。今仔日，咱要来进入这个操练，叫做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。咱即摆想咱的心，你最近的心互啥物影响？你最近的心互啥物甲你影响？这足重要的呢。前无偌久，我去欣赏一出。足水的本来我是讲遐尼贵，我甲牧师讲，囡仔读册吼，咱较欠的，互囡仔读。但是牧师讲，你无去看，可能无机会。嘿，我用我欠的钱请你看，看出来时阵，哇，好佳哉有去看。阮这共饭店去看的人，起来拢共坐伫一台车的内底。我头前2个太太，哇！一徛一个吼气喘喘，我想看迄世界级的表演了，你是安那气喘喘？我就好奇心，我就安甲偷听者。
哇！伊讲他都要中场了，我旁边坐台湾人呐、他在骂那个人呐、他怎么可以骂他了？他是我最爱的人，哇！伊无意到，伊甲台湾人坐做伙，中场休困，人咧聊天，骂着一个人，迄个人是政治人物，迄个人即嘛是足夯的啦嘿，高雄人拢捌伊我嘛高雄人，伊迄个人是伊的安那支持者，所以伊足生气的。你为什么会当安尼骂？你为什么甲我爱的人抹黑？因迄个时阵，拄仔咧讲伊有小三，伊他妈哭，我感觉这很不可思议你用遐尼快乐的心情，你欣赏遐尼水的物件出来，你的脑中、你的心应该保持迄种的快乐、迄个幸福。你因为伫内底听人咧讲，你的情绪马上无去，马上互人带咧行。你兄弟姊妹，咱爱训练咱家己啊呐，袂互人的情绪来影响，这有困难哦。父母会互囝的情绪影响，囝会互父母的情绪影响。更较简单来讲，甲咱无熟悉的人所讲的话，嘛会当影响咱。这真正无简单，所以伊大笔伊安尼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有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求上帝帮咱，互咱的心清气。心的清气是一个困难的代志，咱的心常常安那。心理学家讲，人常常会惊啥物？惊伊头前，因为咱看无头前。明仔载我要安那？我大汉要安那？我的囝娶某要安那？我的查某囝，咱看袂到的，通常咱会惊。人嘛真够受气，为什么？伫咱无能为力的时阵，咱会受气。咱无法度去达到一寡目标的时阵，咱会受气，会失望。人会怨妒别人的好。你兄弟姊妹，我伫遮要搁讲一解，千万毋好怨妒别人。圣经讲，怨妒人的人会安那？骨头会痒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怨妒别人，你就比他较细身啦，你就把他抬高了。所以圣经讲骨头会痒去。哇，遐尼好的话，咱来学习欣赏别人的好。当你欣赏伊的好，上帝嘛会伫你的身躯创造你的好。咱有的人足够自卑，苦毒自己。咱来恳求上帝为咱安那创造一个清气的心肝。咱就清楚知影，什么会互我变做安尼？为什么我遐敖受气？你爱闪开，互你受气的。为什么我遐尼自卑？你爱想，我即马已经是一个遐尼好势的人，我有啥物通好自卑？有当时你爱去想，为什么我遐尼惊？但你爱想，我已经长大，我已经成人，我已经有办法去应付各种的代志。伫我人生内底，我没有得到 A， 我买当得到 B， 我无得到 B， 我买得到 C， 对不？我常常甲新结婚的人讲，伫恁的中间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先生的，一个是太太的。当你发生争执的时阵，你要选 A 还是选 B， 拢总毋对。
你来选死，因为死是啥物啊？上帝的答案。伫咱的人生，基督徒有加一个答案是上帝的答案。你求上帝，甲咱创造清气的心肝，互咱了解什么款，什么会互咱的心模糊不清，什么会互咱的心安怎甲咱炸掉咧？互咱足恶杂，足够受气，足够批评人，足够攻击人。为什么？咱会足清楚，咱来操练家己有一个清气的心肝。我要讲一遍讲，上帝提醒咱，清气心肝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有当时迄个伤害吼，是别人互咱的，我都无去惹你，但是为什么你安尼惹我？所以伫清气心肝的后壁面，耶稣接续讲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。但是咱要注意哦，有真济人照这个字面去想，互人和平，那像基督徒做啥物事，拢爱抹壁双面光。基督徒袂使互人不好的感觉，基督徒袂当哇，基督徒逐项拢爱做，世间人看会好。圣经讲的毋是安尼。圣经咧讲，互人和平的人，伊会当看到啥物人？会当成做上帝的囝。成做上帝的囝要创啥？迄个意思讲，你会当领受到上帝的快乐。哇，这足重要的祝福呢！弟兄姊妹，伫咱生活当中，你有想要摕到上帝的快乐无？这足大的祝福。所以你必须爱伫安那，互人和平。互人和平的特性是啥物？是你爱甲你家己和平。互人和平的人是足有智慧的人。弟兄姊妹，咱的教会有足侪有智慧的人，咱的教会有足侪互人和平的人。你敢知五过鱼的名为什么号做五过鱼？是一个姓吴的先生，甲一个姓郭的先生研究饲起来鱼啊。牧师你较会知，咱有一个足有智慧的士大人讲这个故事互我听。伊是咱竹塘乡第一个开水窟啦，做有托业的人。哇！伊为着要开迄个水窟啦，为着要饲正水鱼，伊去找着吴先生甲郭先生。伊咧讲这个故事的过程，互我足感动的。伊知影找真正会当帮助伊的人。伊这产的专门的知识，伊要对伊遐来摕到，是几若摆的接触，几若摆的请教。咱教会有即种遐尼有智慧的士大人，你若是爱听这个故事吼，爱较紧去找伊。听讲伊连要搬走啊，吼，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我要甲咱讲，伫咱的中间有足侪，互咱感觉伊是咧互人和平的人。咱看咱的细囝，咱的细囝无自私，足古锥咧。咱的细囝，伊真顺服。小伟忠做礼拜爱困，伊的妈妈甲规定，你坐伫牧师的边啊，伊就乖乖来坐伫牧师的边啊。当伊困的时阵，我就给念落，有无？有念无？够无啦！我靠，甲你念了，我甲你喵啦。其实，小伟忠因这批囡仔入来，都各有才能。伫因的成长的过程，阮拢得到足大的福气。阮嘛得到足侪因身上带互阮的喜乐。互人和平的人，伊身躯带有上帝的快乐。弟兄姊妹，但是
咱要互人和平吼，咱家己要先甲咱家己的内心和平。人要甲家己的内心和平，足困难的呢。啥物人敢甲我讲？袂啦，牧师，我相信无。你的内心一定有真济别人毋知影的代志。咱的内心有足济咱无爱人知的代志。咱的内心有足济冲突。耶稣要求咱操练，互咱甲咱的心和好。我拄着遮个代志，我已经变做安尼啊！我包容我家己，我无可以来包容我家己，我无可以来赦免我家己，我无可以来互我家己较好。所以上帝讲，我要介入，我会疼要介入你的人生。所以上帝一直甲咱宣告，伊是疼，伊嘛是公义。伊要互咱知影安那，我靠上帝人爱真清楚面对家己的内心。你的内心藏什么物件，你来足清楚，家己去面对你，先甲家己和好。当你甲家己和好的时阵，你才有法度有气力，通去互人和平。互人和平是一个行动。互人和平，毋只甲讲话方式。咱若详细听吼，有人足够讲话，吼，伊讲话会互人欢喜，伊讲话会互人喜乐，伊讲话会带互咱这个环境足济造就。不过，咱的主耶稣爱咱操练。你成做这个人的时阵，你的心中有甲你真正的和解无？当你真正的和解的时阵，上帝迄个气力就要彰显伫你的内面。恁兄弟姊妹，伫迄个时阵，咱就要进入属伫上帝幸福的内面。咱拢知上帝幸福是包括物质，包括咱人生各种的需要。上帝幸福，毋是指咱只有照一般人咧看基督徒啊，恁基督徒就是安尼。有真济人甲我讲，牧师啊，恁安尼教咱囡仔出去会较空袂？会输人袂？我袂，咱的囡仔一定灵巧像蛇。因为上帝智慧要保守伊，上帝智慧要帮助伊。弟兄姊妹，最后咱再来看一遍。今日咱面对咱的环境，带互咱足侪不平安的时阵，咱所要操练的两项代志。伫这两项代志以前，咱先甲上帝讲，我欠缺，我家己无法度，我必须要有你。所以求上帝甲我创造清气的心。最近我常常咧锻炼我家己有清气的心。伫这个环境吼，生活31年，这个代志我无啥敢讲。但讲了，你讲哦，这牧师拢知影我咧想啥。31年对咱大家拢足熟的。我知影有个人讲话方式，头我拢毋知。几十年了，我才知原来你所讲的拢是假。迄个时阵，我得采取另外一个方法听你讲话。弟兄弟姊妹，最近我咧学习，求上帝清起我的心肝。清起我的心肝要创啥？替会友祈祷。我咧祈祷的时阵吼，会走出来一个物件。较比有人叫我牧师啊，你帮我祈祷，我最近啥物啥物。但是我咧祈祷的时阵，会走出来另外一个声，活该。谁叫伊安尼？这是足毋对的。但是伫实际环境内底，你真正行毋对。所以我要学习清气的心，替我的会友祈祷。
过来，咱大家要努力什么？互人和平，因为咱要领受上帝快乐。逐生，咱先甲咱的内心取得和平，互咱伫上帝真正的和平的内底，真做伫咱教会散播平安的人。咱大家来努力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是家己含慢、欠缺、袂晓的人，却是阮常常家己感觉，阮好亲像真牛，阮好亲像靠我家己的力量就会杀进，阮好亲像家己咧想的拢总对。恳求主你赦免阮，互阮看出阮家己内心的欠缺，互阮看出阮家己的无够业，互阮看出阮家己的无才调、无能无知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对伫阮认捌家己的无够的时阵，倚靠上帝来操练阮有一个清气的心，操练阮甲家己好好，真做阮得当教会上帝快乐，将上帝平安来甲每一个兄弟姊妹分享。恳求主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恳求奉主的名，阿门。